新北市之外，其他的县市也陆续的在增加，那县市别也超过了1半，所以在指挥中心我们要宣布，那从今天起，我们要提升全国3级警戒，我们要提升全国到3级警戒，那要全国的标准一致，一体执行。那当然，在这2天，大家有人在讲这样疫情，有人说要4级减4级。请坐，咱热岛感恩来做闭会，大家祝福咱，大家拢平安。keep
moving on.